竟然有206个密码已经泄露出去啊！在这个诈骗一堆的时代，普通时啊我拢无黑白点连接，是安怎变成因有法度摕到遮侪我个人的资料？伫着买啥？伫着食饭，甚至是手机内底的相片，有可能炸着互看了啊！并且佮有遮个资料专门替你定做要骗你的剧本，是毋是足恐怖的？以前咱拢当做干那老大人较够互骗去，即马我身躯边连做律师的朋友嘛会互诈骗。我最近咧看乌云学院开的课，危机应变实践线顶课程，内底会先建立观念，才对普马老师的指示一步一步来操作，检查我的资料敢有安全，嘛才了解遮侪网站我的密码要安怎设定甲管理上好势。像这厝内无及格的网络摄影机，我嘛决定直接断掉。之前去听乌云的讲座，听了后，规个人心情就较稳在。为着要让大家拢有保护家己的能力，这套课程用系统性的方式，教你拄着危机的时阵要安怎。普通时啊，咱做伙甲观念建立好势，规个台湾社会就会愈来愈安全。拄着代志就免惊。即卖用我的优待号码，现升35，紧去买来看。